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和表情，都得经过反复练习，才能完美呈现。学习皱眉头的事情就已经学了很久，然后有时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练。戏曲以客语发音，这是苗栗市建功国小的创意，让客家话能自然融入戏剧教学。我觉得参加客语戏剧一神奇，因为我在客语戏剧里面演了2个角色，一个是肉阿婆，一个是娘哀。勇敢撒，脚步要清楚，小碎步要多一点，小碎步。勇敢撒，阿爸儿子有命年龄好了，吸收戏。不管是6日、假日、中午、早上，他们都一直配合我们，然后我们也一起完成了一个作品。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。要兼具戏曲和客语发音并不容易，认真练习是能有回报的。总算让大伙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好成绩。迎面有月落上飞。第二张鼻，第二张丝比出来那个它跳音就是闭口音。大部分都讲国语习惯了，所以要矫正他的语言，也是一段非常难的一个历程。学好客语，其实还能有另一种收获。有时候爸爸妈妈讲秘密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偷听，那这样就听得懂了。为了舞台上完美演出，努力付出，孩子们学到的是更多不畏艰苦挫折的精神。上课喽！1省7，1省7，1省7。